Vintage 尹浩智 U 型血糖機使用指南。先用酒精棉消毒手指，等酒精乾晒之後就可以入針。逆時針扭開採血筆筆蓋，喺中間位置插入採血針，慢慢扭鬆針頭上嘅膠粒，再將筆蓋套返入採血筆。按個人情況調校採血筆嘅度數，1度最淺，5度最深，1至5度之間嘅每個點表示額外半格深度。一般可由2至3度入手。將採血筆尾部嘅彈簧控制器向後拉，直到聽到咔嚓聲。下一步準備測試紙，攞一條試紙出嚟，冚返實個蓋，將試紙分叉位個邊插入血糖機上面嘅位置。見到熒幕上有閃閃下嘅滴血圖案出現，就可以開始採血。將採血筆嘅頂部輕輕壓喺指尖嘅側邊，撳一下綠色按鈕，見有血出就輕輕壓住指尖，直至有足夠血液。然後將手指放喺試紙嘅是但一邊去吸收血液，直至通道變成紅色。等待5秒後就有結果，血糖機會自動儲存結果、日期同時間。最後將採血筆嘅筆蓋扭開，將針頭插入針頭膠粒，將彈簧控制器向下推，就可以棄置用過嘅採血針。